扇一耳光没伤口就只能忍气吞声吗？如果你被扇了一耳光，没有伤口，就只能忍气吞声，派出所说不够轻伤就不给你立案了吗？那你就吃亏吃大了。今天教你3句话，关键时刻能帮你，赶紧点赞收藏起来。你可以去派出所立案的时候甩出这3句话。第一句，扇耳光即便未造成轻伤，未达到刑事责任，但仍构成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43条规定的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，公安应当受理。所以请给我的案件进行登记，并出具受理案件回执。第二句，我头晕目眩，感到恶心，请帮我调取现场监控，并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90条要求做伤情鉴定。第三句，如果公安既不出具受案回执又不处理，那么就属于行政不作为，那么你就直接告诉他我会找督察部门投诉。您学会了吗？关注智慧律师，遇到问题真能帮您。